好，我係張一傑，今日又嚟到機場啦。今日我哋嚟到日本埼玉縣鳳川嘅 Sportland 嘅，咁呢一場咧係叫做本田 Honda HRC NSF 100嘅青少年統一組嘅比賽。咁今日恩傑排位個位置咧相當好啊，排第2位啊。當其時緊唔緊張啊？緊張啊，因為一出去就可能要排位啊。如果你排位咧，你一緊張就可能做唔到快時間咯。咁其實呢一組就分咗2個卡士嘅，即係有青少年組同埋成人組。咁而家就係全場係第2位咯，就係其實都快過晒啲所有大人。咁啊，準備起步。哎呀，可惜起步就爭啲啊，因為其實恩傑個起步都係麻麻地啊。我哋都同佢講過好多次點樣起步嘅，但係都係有問題。呢啲可能係就佢嘅心情。嗱，我哋睇到佢雖然係起步排第2啊，但係一起步咧只係跌到落第4位嘅咋。咁其實已經跌咗2個位置嘅。咁其實呢一個位置極不有利啦，因為呢場比賽咧係青少年加埋成人組一齊比賽。好唔好彩啦？就係而家呢個成人組黃色車呢一架啦，就喺恩傑嘅前面嘅。咁呢一個車手咧喺成人組亦都係經常攞冠軍嘅，所以恩傑要過去有啲難度啦。因為大人始終喺彎上邊會牙擦啲啦，啲細路可能未必咁夠膽過，所以如果咁樣混合賽嘅話咧，可能就變咗會阻住咗啲小朋友同小朋友嘅交流。追緊嗰陣咧就真係好想追嘅，所以就好搏啦。就見到嗰個片就越追越近。希望跟住再過多2個圈，能夠過到黃色嗰架。始終呢個賽道嘅彎都比較窄啊，同埋呢個場地比較細啊，所以要過人咧係難啲嘅。但係恩傑啊喺呢個彎嘅時候把握到一個機會啦，就即刻過咗呢個車手啊。咁而家希望可以再挑戰翻前面紅色車青少年組第2名啊！過完嗰個成人組嘅大人之後咧，我就一直就好想追到前面嘅嗰位車手咯。因為如果我追到前面嗰位車手嘅話，我就可以喺我組別喺第2名。但我睇你圈速係絕對可以挑戰第2嗰個啦，不過頭先始終大人嗰度拉遠咗個距離。咁我哋睇睇個圈數啊，仲有5個圈啊，仲有5個圈，追近咗咯喎！而家相差嗰個時間我諗唔到半秒。咁啊，恩傑其實已經慢慢追到紅色車呢個青少年組嘅車手，挑戰緊第2名噶啦。咁如果佢過到去嘅話咧，就起碼上翻去同排位賽一樣成績，攞翻個第2啦。咁而家呢度好老就追緊佢噶啦，一定要再近啲咯。而家始終都係未夠貼，太遠了。OK，而家追跳啦。當下你其實應該都有信心可以過去，不過始終可能一到直路嘅話就會俾佢拉開咯。因為始終佢架車好似感覺上係快啲，同埋佢本身個重量個人輕啲，所以一到啲直路咧，一出彎嗰下佢就會拉開。咁而家其實最後1圈㗎啦，已經翻嚟最後1圈啦。咁可唔可以希望呢最後1圈可以追到佢啦？呢個圈一定要追到好貼先可以過到啦，但係而家睇落去咧都仲未夠貼啊！你唔夠貼嘅話咧，其實呢個賽道咁窄係好難過噶，所以一定要把握夠貼啦。但係睇到係爭1個車位，如果喺呢個位可以再追到1個車位再貼啲咧，咁就可以過咯。咁啊，呢度翻嚟應該都冇乜機會啦。咁呢個係最後一個彎出嚟，就呢度大直路，睇下得唔得啦？哎呀，爭少少啊，都係爭少少啊！咁啊，好開心啦！咁頭先嗰場 NSF 100組就攞到第3名啦，亦都係恩傑第一次參加呢一組賽事，第一次攞到啦。我就覺得我嘅彎都 OK， 但係咧就一起步嗰下就要練下咧。咁雖然起步略一失準咗啦，本來起步佢排位係第2嘅，咁但係最後都追到第3位啦。咁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嘅，因為始終都係有進步啦。
但係起步嗰方面都係可能要再更加努力咯。係啦，咁我開香檳啊，好開心啊！我就覺得我嘅彎都 OK， 但係咧就一起步嗰下就要練下咯。佢哋就可能可以每日都可以練到車，但係咧香港始終都冇場地練咯，所以佢哋會對嗰架車嘅成績會好啲。覺得可以就去唔同嘅地方獲得更多經驗，同埋順便練下起步咯。賽完呢次日本就會去馬來西亞啦，今次去馬來西亞咧就係試車。因為都係馬來西亞嘅第一站啦，始終都要試下架車或者熟悉翻架車咯。我希望我嘅起步會好少少，唔好再失誤咯。